生活贫苦，常常受人欺；忧甚重病，病遭贵母亲。众生最苦，由我来承受，毫无委屈，乃是福子心啊！所以这是一个修持菩提心的，自他交换的一个修持菩提心的一个细节的一个修法啊。为什么说细节呢？因为上次我们讲到的大概的一个基本的相关的概念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更加详细的讲一些相关的，而且这里的讲述的方式比较特别。为什么说呢？因为直接如果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啊，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主要是这样的方式讲，而并不是在一个遥远的一个，比如说，当然这是一个修行的目标，但是呢，比如我们看《金刚经》的时候，里面经常会出现，阿难，舍利弗，不是舍利弗，主要是这个须菩提，类似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我们也没有见过他，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或者经常用三千大千世界类似这样的概念。还有比如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一个讲述，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的，就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佛子心相对不一样，因为这个也是主要在《金刚经》里面讲的是见，佛子心里面讲的主要是修。见修行，修和行，这个见是什么呢？从理论的层面，从各种的这个方式，先这个对整个的宇宙一切诸法的它的本性本身，它的最究竟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嘛，那他就给出了一个答案。答案，这就是见。见的意思就是说，见就有点像自己对这个一切事情的看法，对吧？见就是看法嘛，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看法，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了见。所以就是一切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现在很多哲学问题，就像昨天晚上我们那些聊天也是这样的，这个很多都是跟见有关系的。到底怎么一回事？谁说的是对的？有没有上帝的存在啊？怎么样的？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啊，这一些基本的一些很多的观念其实是一定要有得到一个答案。所以这个信宗教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已经接受了他的答案，就是说你认同，你不接受佛教的观点和基本的这个见地的时候，你的信佛其实是一个虚伪的一个信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实际上接受了他的见地，他的见地都是他的法的一部分，佛法的法。你皈依的对境是佛法僧，你不承认了他的法的话呢，就是直接不承认他的佛法的见地的话，见地其实也你否定了释迦牟尼佛陀，因为这就是佛陀的这个思想的代表所以呢，因为最主要是这个你认同了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所以才是你愿意皈依三宝的。经常这三者之间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系在，所以呢，就是见地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以前有龙树菩萨，大家知道龙树菩萨有一个弟子
龙树菩萨的弟子的名字叫做阿利安德瓦，就是升天，菩萨，升天轮氏啊。升天轮氏呢有一个著作叫《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讲述说，如果我们修持方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他说这个错误是不算是最大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的见解、时间正见或者处世间的正见，就是政治正见的那个正见出现问题的时候，动摇的时候，产生邪见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问题了。为什么呢？那就是你就是没有忏悔的基础，没有这个进一步的修持的动力就没有了，就是那个根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其实是见是一开始是最重要的。但是除了剑呢，就是之外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真正的要得到它的结果成果的话呢，那就是修和行就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修和行的话呢，它停留在理论层面了。所以就是你观念上你是认同了，但是没有作为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用很先进的一个机器看到了这个你房子的背后的那个一座山，那个山里面有矿，金矿，金矿，你确定有金矿，但是你一直没有开发的话，那就是没有用了。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建设，你确定这个方向，你确定它的这个根本的一个这个它的价值。但是呢，修和行就是真正去开发这个金矿一样，这样的比喻比较听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其实是这个正在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挖，怎么去政府申请，是不是？可能是有人有人吗？哦，OK，好，所以就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个间休性的关系，我刚刚用的这个比喻，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生活贫苦哦，就这样，生活贫苦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了啊。我们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可以谈很多大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是最根本上要解决的是什么呢？自己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生活的问题，所以生活贫苦啊，然后加上呢，那就是贫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受别人的欺负了啊，所以就没有，没有钱的时候就往往就是这样，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再加上还有呢，就是有重病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中邪啊，我们就传统说法，类似这样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雪上加霜啊。有这种意思了啊，就是说本来就很苦，再加上又各种原因就更苦。那种佛教里面说苦苦，听过吗？啊，佛教里面痛苦有三种痛苦啊，三种痛苦，大家都听过三个痛苦的吗？没有听过的举手啊。一二，现场有两个啊，现场的2/3的人没有听过的，谁没听过啊？阿难不是阿对啊，OK，嗯嗯，好。其他都听过了啊。那三苦的，这个第一个苦是什么？病苦，变化的变。第二个呢就是苦苦，是一个，没有了，这个
在我们线上的都境界非常高，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开玩笑了啊，这没有听过是正常啊。第三个是什么呢？行库，帮我们打的库，坏库。这个坏就是变化的意思，所以它有两种翻译，一个就是变库，一个是坏库。所以这个称住坏空，嗯，其实是这个变库是更好一点点。但不知道谁的翻译，就是也有坏库了啊，这我也看过了。但是称住坏空的坏是什么呢？呃，就是有点坏有灭的意思啦，啊，就是这个消灭或者这个灭的意思。病呢，就直接我们更容易听得懂，就是这个一下子就好，一下子就不好，就那种啊，本来好好的啊，一下子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变成就这样啊，破产了，那就是就是病，就是可能是今天你是老板，明天就是破产了，就这样，那就是嗯，冰库的一个例子。哭库是什么呢？就在这里说的一样，本来你就是贫穷，受别人的欺负，再加上又是生病了，那就是哭了。哭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身上有一些传染的那种一些感染呐、这样的一些很痛，再加上又可能是就是别人就是用那个刀刺到这个痛苦的伤口，那就是伤口上撒盐。在伤口上的插眼的话，那就这样的这个用法稍微不一样，这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啊，这种感受是一种苦了啊，所以就是苦，辛苦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苦集灭道的苦呢，主要不是在讲苦苦和病苦，因为苦苦和病苦呢，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一个苦，所以这不要由释迦牟尼佛来说苦苦的本苦苦是情况，而且外道的修行人，肯定他们也知道这是苦苦和病苦的这个本质，所以他们也很努力在学习啊。嗯可是呢，辛苦这个呢就不容易明白。辛苦呢，就是诸行无常的那个观念有关系的。诸行无常，听过吗？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最象征性的这个四个点，就是不是四法印。四个点的话，就不能诸行无常一个来代表四个字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脉络你要想的时候，前面说的是什么，非常仔细的要知道，然后就这个逻辑要跟上，那就你回答会对的。所以就我说四个点，四个点的话就是这四个点呢，就是四法印，印章的印。这个四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等等的那些基本概念里面，这个无常和辛苦是有点接近的一个意思。但是呢，阿毗达摩里面很分析的时候，无常不等于是痛嗯啊，这个就是特别的一个意思。无常是什么呢？这样，一切的一切都在一个变化的一个状态，变化的状态。就是它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刹那当中，它自己在变化，所以它还就是完全是，没有自己的真正的一个可以可靠的一个根本变，所以它就是一个无常。再加上这个不是，再加上这个辛苦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整个的这个人本身是什么？辛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心，我们现在的一切，来自于什么？烦恼和业力，烦恼和业力。
所以烦恼和业力所导致的一个结果的话，绝对是不可靠的啊。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继续会轮回，继续带来痛苦。所以叫辛苦。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有他这个动态就本质是一个同，他就离不开同。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用一个比喻来告诉你们怎么，你们觉得不要觉得是这个好像跟今天的内容没有关系啊，有的啊。比如说一只鸟，大的鸟叫什么名字？大雁大鹰雕，OK，比如说一个大鹰，嗯飞得可以很高，对吧？飞得很高的时候，白天它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它的影子在哪里，是吧？因为基本上好像没有。但是实际上，太阳在上面，地面和它之间，它飞的时候，理论上是绝对是有影子，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不过呢，它因为有它这样的一个肉体在，所以呢，它有这个印子的，它这个太阳不会穿透这个它的身体，所以就是有印子的。所以呢，如果它慢慢靠近地面的时候，靠近岩石的时候，靠近这个它要下来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慢慢出现。它到那个时候就是彻底就我们能看得到，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辛苦本质。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变成世界听人，听过吗？世界颜色的是世界，色界听人，无色界听人。那个时候，你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沉淀的状态，根本不会有任何痛苦的感受，你感觉不到你在痛苦，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痛苦的，甚至是没有痛苦的，你已经断除了一切烦恼，所以基本上是看起来没有什么痛苦的，至少完全没有辛苦和病苦的直接的折磨和感受是没有的，所以你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状态。可是他不是阿罗汉，他不是解脱，他是来自于有罗的福德的结果，也还是业力和烦恼离不开的一个因造成的一个果，所以它就是轮回，它就是它这个本质，它这个状态本身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或者到期了就要换。就像我们有些现在城市里的，你买了房子70年后要换掉了啊。现在你住的好好的，现在还可以买，但是实际上是它70年后是不是要换掉？这个比喻不做了啊。世界和无世界的这个天人呢，他现阶段他的房子是自己的，但是他的寿命一到了，他又会下来，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呢？这个房子本身就是国家的。OK，是这样的啊，好像是新加坡也有这个制度啊，这个有些有这个制度的啊，是吧？所以这也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就是辛苦呢，不是表面上它看起来是好像完全自在的状态，但是它根本那个合约有问题了啊，必须是先有一个合同啊，签下一个合同，然后就是跟第三者的或者这个另一个人掌握他的根本的那个这个权利，有一个掌控在那边，所以就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那种叫辛苦，行为的辛苦痛苦。所以呢，这个呢，比如说外道有些他追求天天界，他想升天，那可以，但是呢，主要是如果他没以为这是解脱，那是错。他以为他是这是自己的钱，那不是，就是那种啊，他以为是他的啊，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这个辛苦的本质最细微的，它又是轮回，那就是吃地端出轮回的因是什么，果是什么，这个就是唯一只有释迦牟尼佛能讲出了整个的这个有完整的体系。当然，这个我们是按佛教的说法了啊。你信佛就必须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程序。你不信佛的话，也许你也不一定是这样认同这个说法，那没关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七七四十九天后，先到瓦拉纳西讲法嘛，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法，苦集灭道。什么是苦？什么是寂？寂就是苦的更远。苦，那这样的辛苦是怎么来的？整个的这个轮回是怎么来的？那就是讲"寂"这个字啊，去形容这个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源。灭是什么呢？那有没有脱离完全彻底能够远离这样的这些痛苦的？有没有另一个境界？有，那个境界叫什么？灭，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经常讲的那个灭啊，灭就是涅槃啊。然后这个远离灭，这个痛苦的灭是怎么能得到的？是不是无缘无故就得到的？是不是祈祷就可以得到的？不是，那什么呢？透过道，修道的道。这四个里面完整的从因果关系、轮回的因果、涅槃的因果，全部都讲了。释迦牟尼佛最在乎的就是也有个非常，释迦牟尼佛是非常实际的、实在的一个人，他不是讲太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个论述的东西和科学呀、这个那等等等等。他讲我们现在轮回的众生很痛苦，这是痛苦是什么样？他分析出这个痛苦的细致。就像现在很多医学界，为什么他们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什么叫医学奖？大家知道啊？为什么呢？有些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原子、粒子，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神经系统里面有更一些细微的一些分裂。他们一旦发现了这个里面的有一些最细微的一些状态的时候，这个能帮助到怎么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他找到了一个线索，就是这样的，都是一个相对的啊。你必定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非常重视这个，所以呢，我们痛苦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就是你能分析出很细致的，能分析出的话呢，那痛苦是怎么来的？第二个研究的项目是痛苦是怎么来的？第三个研究是什么呢？这个痛苦能不能彻底消除？第四个呢，那就是什么样的方式？这是第四个，这是讲牟尼佛在巴拉那西讲这四个主题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就顺便呢，先讲了一下这个辛苦啊，辛苦。哎呀，但是今天这里讲的就是苦苦和病苦啊，这里苦苦了啊，现在讲苦。所以那个时候你苦苦现前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做呢？众生最苦，由我来承受。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用一些动力，就是这种叫怎么呢？就是这个自他相关的一些观修啊等等，有一些是有这样的做法的，但是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做到的话，发自内心的做到的话，那就是他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在。比如说，以前有一个感觉派的一个大师，他是穆拉里法的弟子的弟子吧，应该是这样。还有我最近都这个在校对的巴珠仁波切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但是这个感觉派的大师的，他当时呢，这个得到一个严重的疾病，就是那个马蜂病啊什么的，以前是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啊，古代。所以呢，他麻风病的时候呢，虽然是他是一个大圣士，但是他这样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传染的病的时候，他必须隔离一个人住在那啊。
所以呢，但是呢，他的弟子呢送上早餐放在他的外面的那个窗户前面，就是这样，他一个人在闭关的方式隔离，也是隔离，也是闭关，他是真的是成就。那他也没有很困扰啊，其实当然是人家是修行人嘛，大修行人嘛，他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有点承受不了了，那我现在这样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想我用破坏法来，自己就要往生，也就是说要结束这个生命了。现在我也不想继续活了，所以我要这个用破坏法的方式。破坏法这个法就是修的成功的话呢，有些时候就是时间一到了，它可以自在的可以离开的，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就是他想用破坏法修了破坏法，他想就是离开。但是呢，他想着想着呢，他又想起来啊，这次我身边都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是这些我所在的地方的一些山神呐、这些田垄、龙庭的这种一个给我的一个考验，或者他们的一个因素就是这样导致的，所以这个他们也是这样的原因。但是他们呢，实际上都是无始以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他们都是无始以来无数次，可能是曾经是做过我的家人、父母，他是这么想。所以他们也是，其实实际上是我应该要把是最大的这个识别的一个对象。那意思就是说我这次的这些招数，应该是欠他们这个欠已经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冤亲债主啊，这一个过去的一个欠债了，业力的一个欠债。再加上他还继续想啊，他说：“那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像我这样这个麻风病的这个遭受中麻风病痛苦的患者啊，我一个人的痛苦，希望能够代替这些所有人。”所以他就是一下子就是这样的当中，他不知不觉的、非自然而然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升起了一个无造作的慈悲心，就是那个时候刹那间，他的鼻孔里面当中，他自己清晰看到的就是两条这个蛇从那个里面出去，然后这个窗户里面就是直接就是往外出去了。当然有可能这是一个沉淀的现象，有可能真的有这个肉体的这个是不知道啊。然后这个戒指呢，他就突然间好像这样的一个醒来那种感突，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身体的生病全部都彻底就没有了。嗯，听过吗？啊，哦，就是这样。还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公案是，有一个叫朱印记啊，我不知道它的中文翻译是什么呢？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嗯，就是一个人的名字了啊，一个当时的一个印度人的名字啊。嗯，我找不到啊，这个名字的中文。他是他的故事在不线上实验教里面有详细的他的故事，但是我知道苏达利堪波的翻译的里面就直接翻译成《周音记》，也是这样的一个藏文的音译的翻译。嗯，他那个人呢，就是从小一出生就他的爸爸就从小时候就去世了。为什么呢？因为爸爸是去就是海外，就是坐船出海，这叫出海嘛？对对对，以前的说法叫出海，对吧？对，然后去包的，你这个听过吗？
珠宝的宝，虚宝啊，这个是古代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其实真的可能有宝啊。就像现在呢，就从台湾去日本，那日本那个海峡可能已经真的有非常多的珊瑚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快都没有了。但是也是这样的，以前可能这个自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珠宝，寻宝、淘金，OK。然后呢，他们家族因为印度是他的家族的行业是什么，他也要做这个，所以呢，他的爸爸因为淘金，然后就是这个出海就是没回来，就是这个事故就是去世了。所以他的妈妈呢，就是不干跟他说他的爸爸是做什么的，然后就是他妈妈骗他让他做其他行业，其他行业的人说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你不要跟我们一起混啊，就这样。然后就是出来就反正后来最后他也知道他自己是这样的行业，所以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呢就是那个他的船只已经解体了啊，然后就是遇到那个逆风这个故事我就是很长的啊，嗯，然后后来呢，他掉到然后就是这样的，就是去到一些小道，就像当时的英国人来到欧洲一样啊，是这样的啊。但是那个他的去到的那个道呢，就是一个恶鬼道的道。那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道士就像人间的道一样，而且有房子的，里面住的是也是很那个，很有看起来条件非常好的一个，是一个美女啊，在那边一个房子里面，豪宅里面就是美女一个美女，但是结果她白天是美女，但是晚上是恶鬼道地狱啊，这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这个真的是晚上整个他所在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天日等等的一些遭受一个无尽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天亮就又恢复到原来的就是那个豪宅这样的是这种业力的一个反正他经历了很多，看了很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最后呢。他看到一些在那个以前打仗用的一个武器的一个叫铁论，这个我们法论的论，但是它叫铁论，它是这个尖锐的一个锐的，然后就它一转就是可能会一碰到水就会就是割掉那种叫铁论，以前是印度大象的鼻子上面就是用那个铁论，然后就可能会去打仗等等，反正古代的时候的一个武器了，就是一个兵器了，兵器兵器啊。然后呢，这个兵器呢，就是掉到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就碰到头，就是整个的那个脑袋里面里面的那个所有的就是里面的血全部都脑浆，脑浆都出来了，就这样造成无尽的痛苦。他看到问别人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这些他是在生前在人间的时候呢，用那个脚踢自己母亲的头，嗯，做过这样的事情的造数的果报的一个场景，他说这样说。那他自己想起了，他自己刚好做过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想出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爸爸的行业的时候，妈妈不太担心了，不想他出去，因为他觉得我的爸爸也这样去世，所以他有这些不好的怨气，所以就是他觉得我的儿子去的话，也可能会很难回来，所以就是他就这样。那个时候呢，他很生气的，就是妈妈抓住他的脚，然后就是用脚踢他的那个妈妈的头，然后就这样就离开了。然后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他开始害怕。害怕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铁轮就轮到他的头了。开始遭受痛苦的时候，他刹那就产生一个念头，就哦，我这个世界上有所有的像我这样的这个遭受这样的劣势的这个业力的，希望我今天能代替他们。既然我要接受了，那就我希望能代替所有人的这个刹那，又他的这个轮就是调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不在他的头上了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
发自内心的自大相欢的，你这个境界做到的话呢，不但是你不痛苦，而且就是你成佛的最接近的一个菩提心的修持了啊，是吧？但是我们非常难做到，至少我们用菩提心、用慈悲心、用相信因果业力，能够调整我们的情绪和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痛苦，也已经很不错的了。而且或者至少我们愿意接受这个观点，也是一件是非常好的啊，是吧？啊，所以就是这个是要各个层面讲，我们就刚刚都是在大家学佛的人，就是这么的一个殊胜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的方式，我们普通人很难相信的。所以这个菩萨做菩萨是不是很容易的？嗯，所以他说，众生罪弱罪苦由我来承担，好无畏怯，备嘛，畏畏的，就是不害怕嘛，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恐惧和害怕。哦呀，那这个是你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啊，就是失去工作，然后失恋，我们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最严重的就是真的是一些公司啊，那些本来很条件非常过得非常不错的，一下子就是这样的一些从云端啊，然后呢，掉落到地底，地地地地固嗯固地啊，这个严重啊，那就是这个就是很难受啊。所以呢，好像那个金融海啸啊等等，那个时候很多的本来很有钱的都是自杀的特别多了啊，他们就是没办法接受啊这样的，所以我也看到最近也有些看到一些类似的新闻呐、有些嗯。所以呢，这种痛苦先前或者遇到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啊？刚刚的这个集中里面就讲这个事情了。但是人的生活无论如何，我们就离不开痛苦了，辛苦就是这样的，病苦也是这样，苦也有。所以呢，我们呢，如果生活过得好的话呢，我们一样会很痛苦，一样会很烦恼，一样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嗯，漏洞百出，这个是轮回就这样啊。所以呢，在下面讲的就是这样的。我们情况非常好的时候，难道不是什么一直好的吗？其实不是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毛病又会导致另外一些痛苦。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当下要调整，这个也是菩提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下面的内容。那么我们请乐讲啊，你念一下，李玉讲。师傅，我还没打开，我得找到啊，稍等。不行啊。因为我是那么从外地回来的，用那个手机上的课，然后又导到这个电脑上，所以我那还得找。温迪，你先念一下。我们稍等一下，下一次你啊，不是下一个寄送是你了下一啊。段嗯，好的。美名称扬受到众人敬，而且或如多闻天子才。观世世间荣华无实意，没有骄慢乃是佛子行。嗯嗯，这个翻译就是很白话，无有骄慢，傲慢可能更好一点，但是没有骄慢，哎，可以了啊，反正听懂就好啊。嗯，所以呢，他说灭名成扬是什么呢？就是非常有名了啊，变得非常有名，而且就是你的名，这个就是远近驰名有一个成语啊，所以就是更多人知道啊，你现在开始非常有名的时候，那非常有名的时候，也就是也会容易有很多问题嘛啊，就是这样，所以灭名。
就是说各种各样好听的啊，各种各样的赞扬和大家都觉得哇，他非常厉害，等等那种灭命，不是臭名就是灭命，这相反的。然后呢，就是呃受到众人的尊敬啊，那就是恭敬，非常尊敬他，爱戴，而且加上呢，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很有名，第二个呢，获得众人的尊敬了，第三个呢，你也很有钱了。那个时候就是人生就是好像是非常完美的状态了啊。但是如果你起傲慢性的话呢，非常容易出错的，啊，非常容易出错，非常容易做错啊。做错的时候呢，或者这个你就是没有知足啊，那就是这样的时候就也是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过害。所以呢，而且获得多闻天子才，多闻天子是什么？多闻天，多闻天子，四大天王里面的其中一个叫多闻，多闻天，也是财神，没有错。所以这个多闻天呢，有哦，我以为你多闻天啊，多闻天就是一个财神嘛。这多闻天有个，对，他就是本身是这个四大洲里面的北什么？北俱泸州。对，北俱泸州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像美国一样啊，我们这发展发达国家了啊，他们是发达国家，不像南城部洲啊，比南城部洲有钱了啊。这是阿毗达摩里面四大洲哪一个什么一个他们的一些特征，哪里是经济最富有都有写，就是这个被什么北俱泸州。巨鹿州呢，他们都是天生，就像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像33天一样，很像33天，所以他们和他们的总统就是这个窦文婷嘛。这当然他们都有钱啊，但是呢，你就算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金钱，也是实际上是无有是义的，就是因为无常，所以总会有一天，要不然你要放下所有的，就像贾博士，我们以前的苹果的那个老板，台湾叫贾博士，对，贾博士，中国叫乔布斯。乔布斯，OK。所以这个乔布斯呢，就是很有钱吧，也许我们可以这么相信。那他得了癌症啊，后来离开了，待不住了。当然呢，我们可以说，那他就是虽然呢自己待不住，但是他对人类啊、社会啊、国家带来很大的一些财富贡献，也就是给很多人这个工作，但是那是没有错了啊。这个所以呢，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角度想的话呢，本来不会傲慢，对吧？你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他人、为了那个需要的人的话，那个时候是你这像菩萨一样。所以呢，你有钱也不会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修行和这个是人生的快乐。如果不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占有的那种，都是我的，我要最强，那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会有傲慢心，啊，傲慢心是这个你有一定的名气和一定的财富和一定的这个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个尊敬就是一样认可啊，那个时候是我们非常容易起傲慢心。所以菩萨需要调整，你高的也不能太高，低的也不能太低，得是这样。这样扎不没下，像骨掌胸不没下。你衰落的时候，不要刚刚那个智商委屈，这样是你非常那种呃幸福的时候，或者这个柔软呢，有点像正身，就是很具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也不要傲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修养啊，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有时候就像
很多有钱人其实他一般过得就很自在、很低调、很简单。那也是我们觉得哇，他很了不起。为什么呢？至少我们看到他不一定是像菩萨标准的，没有我们现在是，但是至少是他比较看得比较想的比较通，所以所以这里面能学到的，并不是一个出家人或者能直接去阿兰若，然后放下所有的东西才能学到的东西，而且这个都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非常需要了解的一个东西，是吧？啊，所以这里说呢，就是没有傲慢，这就是菩提心。哦，接下来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要调己耐心，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啊，这就是菩提心的最重要的。好，李院长，你的来，好。若不驯服己之嗔恨敌，而去降服外敌，敌反增。是故应以仁慈悲悯君，调及内心，乃是佛子行。大家看看啊，这里现场有一个人呐、要表扬，这叫什么？表扬吗？表扬表扬一下。有一些同学呢，就是三更半夜啊，晚上要回去的时候，可能是凌晨1点了啊，在现场听，还要在这边看，也这边做记录啊，点着办，但是做记录。所以你们听课的时候啊，绝对不要不看那个内容，因为不看内容的话呢，第一个我的法啊，嗯，荣富啊，你也在做记录是吧？啊，很好，没问题，真的是需要的，不一定要记录太多，不是量的问题了，这是很专注一个观念，主要的一些部分，你这个，因为尤其是我呢，就是那个发音也不是那么的标准，所以如果有一些激诵的部分，你就听一听，然后就甚至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们都有时候慢慢就不知道讲在哪里，大概知道，也不是不知道。不是听不懂，但是就是这个听到的这个今天的那个天文的那个品质是会变得很差。就像我跟你们说，就像我们最近经常录一些那个视频嘛，我们做录，我用这个录的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不是那个。麦克风，麦克风 OK，这个是被录的，再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效果不一样。两个都有录，两个都有听到，两个都有声音，但是听的时候是这个专业程度很不一样。有一样的啊，你就是 OK 在现场有听啊，那这有好几个，一个是你真的在看着对方，然后又在听，又在看自己哪一个段落，然后那个句子一个一个看的话，至少你不能复习一些当下非常认真的话呢，尤其是这个内容呀，相对没有那么难度嘛，那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最主要不是因为我在讲的，而且这个内容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内容。然后你就没有了，又没有看视频，又只是在手机上在旁边听到了大概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听都是很断断续续，非常模糊的，所以就是你离开了这个课程的这个时间结束了，其实基本上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你觉得？所以这个都是我也是过来人啊，所以就是听呢，就是怎么听啊，对自己最有帮助，肯定我们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尽量要更加的认真啊。哦呀，那你呢？再念一遍。我再念一遍吗，师傅？我再来一遍。若不驯服己之嗔恨敌，而去降服外敌，敌反增。是故应以仁慈悲悯君，调及内心，乃是佛子行。啊，念得很好啊。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不调服自己的嗔恨心的那个敌人，外面的敌人呢，你越相符，就变得越多，就是啊，就是我们用白话来说，就是越杀会越多，是吧？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杀了一个人，可能会得罪更多人啊，他也有一定的亲朋好友了，那就两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三个人就更加的这个脉络就会更广了。所以现在国家也就是这样的啊。其实现在的这些我们的那些政客啊、政治家那些很多国家的领导，但是他们也其实是非常笨的，嗯，他们是非常笨的啊。所以呢，很多的决定呢，他们也有，当然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呢，很多时候你看呢，现在我们世界的所有的一些战争啊，那些都是他们可能原先想的和后来就发展的结果是就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这个外在的敌人呢，就是越杀越多，或者就是这样的，越相互越就是增加，就是越增就相互就越会增加的。所以经常呢，我们也在生活当中跟一般的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比如说家人吵架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我有道理，我有理论，你就是越理论，你越容易发脾气，那就是天天要吵架。你现在就是发了脾气，你今天讲了一大堆了，我讲完了就明天再一个月不用了，没有这个道理。这样人就是越讲就天天就是这样，那会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的。这是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呢，如果慢慢的，本身就是你就是生气发脾气的次数降低的时候，本来就是这不需要吵那么多。所以有一些本来是那种脾气好的人，比较那种人呢，他就是本身就自己不生气啊，不自己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和解读啊，这些都不一样的，理解都不一样的时候，那就他不容易生气。对他而言呢，很多事情不是必要那个有那种起承恨的这样的一个对劲，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看法和解读理解有关系的。我们其他有些人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时候呢，你觉得我就是要讲那就是你就是要越大声，你越大声他也会大声，就变成结果就两个人会一个比一个大声，然后大声就不够了，又动手，你动手了他也动手了，是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道理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就是嗔恨心、安然心，你只是放在一个大菩萨的修行的层面来看的话呢，对我们不一定有实际用处。但是而且我们要拉到自己的这个生活里、家庭相处里面，我们怎么去Elsie 啊，你一直在看什么？笑什么啊？所以是这样啊。所以呢，有看视频不等于完全不散心啊，所以就是呃，看视频很好，但是也就是也要更加专注的啊。所以呢，这个相互外面的敌人，就是敌人会反而变得更多，就是这样。所以呢，最好的相互敌人的方法是什么呢？慈悲心、悲悯心。这个也有一些正确的这个理解啊。比如说，你没有政治正念，没有自己的一个政见、政见，然后你不敢发声，那叫什么？有点压迫自己，忍着不说，算了算了，就这，那不叫安忍。安忍是具有智慧、充满自信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你是一个将军吧，或者这样，如果你出现了，可能你在路边的一个，比如说一个保安看到，你会很在乎吗？不太在乎吧？嗯这个比喻应该可以，也许可以，嗯，或者在路边的一个什么一个一般的一个，就是一个乞丐，就说什么你不会很在乎的，为什么呢？当然，这两个是级别和这里所谓的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这里要特别了解的是什么呢？你修安忍的时候，是对方为什么有嗔恨心？为什么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那个时候你会用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也是有因果的角度的考量。比如说，你嗔恨心的话呢，你自己会下地狱，会遭作，会那个，嗯，很多的这个恶业，遭作恶业。然后你不生气的话，反而发慈悲心的话呢，这是一个修菩萨心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上次也说了嘛，就是就像一个身边的孩子面前的一个母亲一样，他是这样做的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不了解真相。他的精神是现在是被烦恼控制的，他是自己是没有自由的，失去自由的。失去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内在的真正的一个政治正念，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样这不对，我们就忍不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习气和烦恼的原因。所以呢，原来是这样的话呢，你不容易，你有利诱起慈悲心。你一定要客观的一些因素要找到我反而能起慈悲心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个细节要知道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看《入菩萨心论》的安忍品。安忍品里面就是有非常长的一个章节里面，原完整的在讲安忍修持的方法，非常了不起的。他并不是说是你修了有功德明天会变成怎么样不是给你这些理由去这个修这个安忍。而且为什么你要修安忍？因为安忍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你不值得生气？就是这些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个分析角度。所以呢，就是要慈悲心，这就是一个将军，用军来形容嘛，悲悯军，这是一个真正的能够战胜这个永久性的能够战胜这个敌人的这个起伏的就是相互敌人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其实也有说到，最了不起的将军是什么呢？不需要去打仗，马都在那个种田的地方，在那边大部分的马都在那个散在那个种田的那个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世界是非常怎么说兴盛的一个状态。马都在那个边境这个两个国家的那个边境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糟糕的状态。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他是所以呢最了不起的，他用的是不是白话语，但是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将军是什么呢？不需要打仗，不需要去打仗，赢得的尊重的人。或者这个君主，就是那个最了不起的君主，也是这样的无为嘛。无为是什么呢？不要很刻意的去这个铺起那种所以呢，这些就是所以这种呢，就是仁慈和悲悯的君，能够降服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内心。
所以这个，哦，原来是这个悲悯的对象是他人啊，你这个他人，然后呢，你这样的悲悯和慈悲产生的话呢，那就是自己的这个嗔恨心就没有了，因为嗔恨心是最大的敌人，所以就是敌人啊，所以呢，调伏内心，这就是佛子心。所以这个道理呢，我们经常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你真的是别人对你做一个不该做的事情，你就生气的时候，其实是你是我相信是你是有权利争取你的权益的，但是并不是明红耳赤或者大声或动手动脚来解决问题的。这个你也知道吧？呀，这是真的的，不是说你是这样的人，你知道这个道理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你这个张生界，如果我们那个你自己触犯了法律了啊，那就结果就是没有了。你自然就，但是你很例行的去报警呐、告诉他整个经过了啊，这样的话就是很好，你能够拥有换得该有的这个你的这个公正。公正是佛陀也非常重视公正，非常重视法律。这个是在《净光明经》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一个天王问佛陀，然后就佛陀跟天王和还有四大天王对话，说是你们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我们如果哪里有坏人，该受惩罚的要受惩罚，等等，这些都佛陀亲口讲过的。所以我们学佛时候什么都不例外，其实不是这样的，更不是不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啊等等等等法治的部分啊，那就是完全不是法治的。暴君的话那就很难受啊，这不是因果上的，就是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也没办法抵抗嘛。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佛经里面都有讲，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这一个时间的一些事情要非常妥当的，或者一个例行的要很完美的解决的话呢，嗔恨绝对不是好的方法，对吧？如果你在线上要跟他要有一个辩论的话呢，你也是缺乏理由的时候，你容易发脾气，你就会开始激动了。我也以前是这样。我是语言上的那个障碍，说不出我的理由的时候，我会开始会激动。我有理由，但是我就讲不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是对我来讲很痛苦的一个事，所以开始会这个比较激动啊，那个也不至于成很的激动，但是我能够说出我想说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其他的我就不懂，我真的有这样，啊，嗯，我以前的你们也知道，某一种情况下我也遇到过这，后来我跟一些这个要沟通的时候，有很好的那个翻译，我就非常开心。啊，我知道对方可能不会在意任何我的理由，但是我自己说完了，我就开心的不得了。这也是就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的西藏木桶里面我也有写啊，有写这些一些经历我有写，知道的就知道啊。可以啊，所以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安忍的功德和我们一般的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例行。家庭相处，就像夫妻啊，感情的这个真的有时候会矛盾，这个事情呢，就是家人里面也有。是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有，一定要有一个你用这个就是要真实面对，假装当做没有这回事还是好一些。但是真是诚实的面对的方式不是不发脾气了，最好的方法，而且这是最笨的方法。所以尊者也曾经有一些开始里面确实有说到，人发脾气是因为他缺乏理由，就是真正的你就是真正自己心里有贵，叫什么有贵的时候就生气，也是亏了，也是贵了啊。这个我两个都可以说啊，这我是故意用贵了啊。
所以呢，问心无愧的时候，那就是不需要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委屈，但是呢，一个君子有智慧的人，真正的话呢，委屈也不是说是嗔恨心，这是不一样的啊，是吧？所以这些，脖子心里面都有人生的最大智慧，最大的。是的，很有，而且看起来表面上文字很浅显易懂，不代表它没有深度啊！真的，你们不要小看这些文字，这个不代表它没有深度了啊！这个道理是我们永远都人生都每个阶段都可以有不同体会，就是这种遇到不同事情的时候都看的话，也有不同的体会，不同的帮助的啊！哦呀，好，我们这下一个，我们请惠安娜。欲界妙药犹如盐水般，任意取用，欲求欲增生。所有能长贪欲诸事物，顿时舍弃，乃是佛子行。所以这也是我们，你看，一个是一开始说是人生非常低落，或者遇到非常严重的痛苦的时候怎么看，或者你有钱有势力有名望，然后非常那个到了人生最巅峰的一个人，你也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又在生活当中那些工作当中，你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境让你产生这个生气，产生这个嗔恨的这样的对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处处都有了，我们每天都遇到的这个对境，那个时候又是怎么办？现在呢，说是你就是现在追求了，越追求呢越不满足，然后最后完全迷失了那个时候你又是怎么办？你现在在讲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每一句都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需要的是不是？呀，那么我们请刚刚已经讲了，还没解释了愚解，这个愚解苗语苗什么苗乐嘛，念乐。OK，对，这个愚解也可以这样翻译，但是藏文的意思不太确定是不是愚解的意思，因为多巴原本就是愚就是谈愚的妙就是这样谈愚的愚解的话呢，就是这个三界轮回的某一个部分，就叫做愚解。但是呢，愚结和欲望是也有关联的。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眼睛想看漂亮的东西，耳朵想听到好听的东西，嘴巴想尝那些美味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欲叫做欲。那种欲呢，只有欲界有，世界没有，无世界也没有，所以我们叫欲界。欲界呢，就低于这个恶鬼。人间还有天人的一部分，比如说四大天王33天欲界6天，有6个层面的天界。天界分几个欲界的天都是有欲望的。欲望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大部分有男女的性别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住的、喝的那些穿的那些问题都有的，那些叫做欲界。所以也可以翻译为一界妙乐，可以，反正就是或者另一个呢，就是话你所贪欲的这些妙乐用这样翻译也可以所以呢，都必用等。所以呢，你所贪欲的这些乐，它为什么叫妙乐呢？这个翻译也可以，但是妙是什么呢？就是就是看起来就是让我们很快乐。短暂。谁说的？请您再说一下。短暂。
那个是不是这样？哦，不是，不是，不应该是，就是好的意思。好的意思了。妙你元就是好。旦不是短暂的意思，元旦就是呃，我们一般的翻译就是功德嘛，啊，功德。元旦这个诺比元旦就是诺运啊，诺运。所以呢，也许是欲节之乐啊，好一点啊，就是这个欲节的快乐啊，然后就是这个安乐，不是安乐，欲节的这种，它也不是快乐，让我们产生快乐的这个对境，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它就是我们现在这里所讲的享乐或妙乐。OK。所以就可以说妙乐了啊。这是我们严格的这个讲是美妙的啊，美妙的这些东西叫做妙乐。这个妙乐呢，有这个诺比用的啊，这个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的这个5个感官的对境的5种妙乐。OK， 这就是比较标准的这个欲界的5个妙乐的解释了啊，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什么？越拥有越想要，所以呢，如盐水般。为什么说盐水？你说越喝越渴。对，就是这样，越喝越渴啊。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人以趋用，欲求越增。所以人意是什么？就反正你就是越拥有，就是越想要。所以呢，所有能生贪欲诸事物，断舍其事乃是佛体。这个非常难，就像我们有些玩游戏啊、喝咖啡啊，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事情啊。所以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尤其是一些习惯的一些事情呢，很多都是非常难放得下的。那大的来讲的话呢，吸毒啊，有一些呢比较，因为我们一般的一个普通人来讲的话呢，他可以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生活，那个也许不叫贪欲啊。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想要不是，甚至是合理的，真的是合理的。第一个，或者你就是每个月准时拿到工资是非常合理的，那年终奖金想要也基本上合理的。但是你天天迟到，表现非常不好，然后又要年终奖金要拿到最好的一个肯定，那就不合理了。所以这个就是要看的。所以呢，为什么叫有时候说是少了什么东西啊？说是没有灌那个，不会吧？家还在烧，香的味道还是少的？哦，以为烧到什么其他东西。对，是 OK， 可以。所以呢，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分析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合理范围，不，因为现在很多现在这个学佛的人也，大家问的问题都是真的是没有基本的这些都没有好好的去分析，然后就是问很多问题，所以用自己就慢慢去有时候去分析一下这些是这样的话呢，基本的很多的都是不是完全跟佛法有关系，它在常理的范围里，所以自己能分析出来。然后这个和某一些特殊的因缘和特殊的范围里，佛法是怎么看待的？佛教的按照佛法就怎么去驱使这个事情，这些是可以进一步去问。一些基本的好多东西，它本身在一个常识的常理的一个范围的，所以我们你看啊，这个我们就是有时候佛法也，甚至释迦牟尼佛在一些佛经里面非常明确的，大家就是鼓励做生意的，做生意，但是不能骗人啊，就这样。品质上，比如说你卖牛奶的，你说这是纯牛奶，
实际上一般是加了那个水的话，那是违反了因果。OK，你说是纯牛奶，你就买了，而且你卖的价格是什么呢？左边右边其他的或者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那是完全是合理的生意。佛陀都是开的，但是佛陀没有说是出家人，经营企业应该基本上没有，但是生团可以为了开销，也有一定的这种一些买卖的行为其实是合理的，佛经里面是合理的，这是非常明确的啊。所以呢，反正呢，就是这个也要一定程度。当然呢，你完全要端出轮回的一个目标来，最严格来讲的话呢，可能那些都是也是像我们那里把原理释经八法的时候，肯定那些也是。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有九成次第？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有时候这个次第的概念、世俗谛和圣义谛的概念都没有弄清楚，所以一概而论，所有的要不然就全部都可以，要不全部都不可以。就这样来两个字来要想总结整个佛法概念，这是完全错的。所以呢，九成次第，还有呢，有一个叫做时间正见，也就是说一般的一个，就像有点类似于这个人间佛教的概念。人间佛教的这个概念，确实佛经里面也有类似，这个名词倒是不知道，但是这个概念是有的。也就是刚刚学佛的时候，他只是遵守因果的这个观念，对这个相信前世今生和因果业力，然后就是这个一个做布施为主啊，这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在家居士很多都是主要是做共生啊，就是布施啊这些，尤其是国王啊，他们都是真正供得住的一个身份。那出家后或者在密乘的话呢，你就是一定的自己的一个修持的开始的时候，那你就是自己可以开始去修了。所以这是也要分层次的了。尤其是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先在外道里面就是待过很长的时间，有外道的这个知识和一些概念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在教堂里面待过很长时间，他曾经是做过那个基督教，他想变成佛教徒。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标准说是，你先3个月不要出家，如果他想出家的话，可以待在我们的居士林里面，我们居士照顾你，吃的啊这些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想办法照顾，但是你自己慢慢的想，真的想通了，你可以出家。这是2500-600年前佛陀就这样做过的。这个公案你列得非常清楚，一些你看法律的有一些新的一些法律的一些介绍，都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公案或者一个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吗？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尤其是比丘的260多条的那个戒律，每个都有一些相关的故事。那个故事，而且这个很有意思的，佛陀自己都改过很多次。第一次的时候说法，后来又这些另外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个阿难尊者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起讨论，那就是这个也是一些实际情况，这里也发生了不一样的，从这个2个比较的情况下，再做一个重新的调整的决定。但是这个调整的最好的签署的权利只有佛陀有，阿罗汉也没有了。很有意思的啊，参与这个讨论的权利都有，最后还是要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以总统的身份签下了，就变成法律了宪法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非常有意思的啊。OK， 所以呀，断食是什么呢？就是断通不如畅通的意思了啊。是这样，我们就有时候是很难改，我就是狠狠的，如果那个戒掉或者 OK 就这样了，其实当下可能有点难受，但是如果万一你过了这个关的话呢，就是哇，就是格外会很开心，很有成就感的。很多的我们习惯了，基本的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是吧？但是我们也确实是不容易做得到啊。但是这里面我们也比如说，我们今天20几个人在听这个课，都在看，但是至少这个影响了1个人、2个人也算是一个效果了啊。所以佛法本身就是不容易，
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真正的容器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呢，我们讲经说法的时候，也不要看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为100%的改分。然后我们有时候说是，哎，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他不是学佛吗？你看，这个都是完全是其实是不经思考的一个说法啊。一学佛就怎么可能全部都变成完全不犯错误的一个人，是吧？啊，这个理论其实也是这个很难成立的啊，因为实际情况和理论我们要一起综合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在些前提下，我们要做一个结论的啊，是这样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说，哎，他不是医生吗？他为什么自己生病？哈，那也没办法这样说了哈，是不是？他医生没有错，他真的也帮助了不少人，可能，但是他自己可能最后是癌症，就死了。人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啊，是吧？所以也是这样。他不是将军吗？他怎么可能被那个敌人那个杀死了？那也不是这样，将军才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的没有唯一的怎么样一个，所以很多这些道理是蛮重要，还有说这个分析的能力啊、思维的转变啊，思维要灵活，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断舍舍弃的时候，到底要舍弃什么呢？所有的欲界的烦恼都要放弃吗？这样听起来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遥远的，不可能。而且我们现在要以这个说法，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嗯，比如说你家庭天天不想整理了，慢慢对垃圾啊非常乱，你的房间呀不想整理，不想整理。可是呢，你就是要就是马上还是叫告诉我一定要赶快起来，然后就是整理好，非常干干净净，弄得非常干干净净的话，假设啊，那就是可能这样会慢慢习惯，每个星期以后，每天可能是能够保持这个状态了，是这样的啊。那些都是既看起来好像这不是一个大佛法的一个目的性的一个行为，但是连这个都我们做不到的话呢，那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自私的这个自己的那个自私自利的这个想法是更难改变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基本性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改变不了的话呢，很难改变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听课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哦，我们这个5天的一个课，5次的一个课，几个星期的一个课都你这个上不完啊，类似这样的啊。你能不能就是更加像山寨童子一样？难道你真的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为了佛法啊，完全一切都你的这个身体啊，还有相拥啊，还有一切都能够舍得起的，能做到这样境界吗？不可能的事情啊。虽然呢，我们天天念《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与发源的原经是什么呢？善在童子和普贤菩萨的修持的境界。但是实际上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然后觉得多做一点这些事情，而且这个尤其是行为上的很多的这些，我们就慢慢生活有条理啊，就是改变不好的任何的，每个都有不好的习气了啊。我们都有的，每个都有自己一些个别的一些习气，不一定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也有，所以每个都能够自己的方式能够调整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也许我是这样想啊。好，我们在这个下面看。好，在下面讲的是越来越深入啊，越来越深入了，越来越深入了，讲的非常越来越殊胜了。为什么呢？在前面说是我们要改变不好的习惯，我们要修安忍，我们要修慈悲心。如果有实实在在的众生，实实在在的嗔恨，实实在在的这些不好和好的这个分别在的话，这个本性是很难改变。我们经常也说是本性难移嘛，对吧？但是这些
是假象，不是本性。这是佛教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见地，就是这样。这些一切都本来就是一个假象，啊，那是虚假的戏论，虚假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内心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其实一切的改变都非常容易，一切的改变都有可能性。所以龙树菩萨说：刚了东巴你容啊，对了他们就容了句儿啊。对，你知道啊，应该是听过吧啊？刚了东巴你容啊，对了他们就容了句儿，就是哦，好。了东巴你容啊，对了他们就容了句儿。如果简单翻译的话，就是更了，就是说在何处，在任何地方能够容许空性，一切都可以容许，就是允许空性，一切都可以允许。也就是说，你就是哪里假设它的这种一个逻辑的概念、哲学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因为是一切都是空性，所以一切的因缘的变化都是可以发生、可以存在，就这个意思。啊，这样，听过，OK。哦呀，所以呢，我们接着，嗯。所以呢，这些高深大德啊，修行好的人呢，他就像那个蜂蜜，是不是蜂蜜？蜂蜜是什么？嗯，蜜蜂，蜜蜂是张子，扔嘛，张嘛张，蜜蜂和蜂蜜蜜蜂是飞着的虫子，蜂蜜是那个甜的。蜂蜜是当矮这两个我就蜂蜜完全是张子，知道蜜蜂是张嘛？知道，但是一直这个说不清楚，再说一下。蜂蜜是甜的，吃的东西蜜蜂是那个蜂。OK，蜜蜂，OK，蜜蜂呢？我什么时候能分清楚蜂蜜和蜜蜂啊？看它不会，这个，我嗯听过无数次嘛，那是最基本的，我知道这两蜂蜜嘛啊。蜂就是一种虫子叫蜂。OK，蜂蜜呢，一个叫直光九班经的圣棍，就是一个大成就者，他的道格里面就这样说：我们的菩萨的修行，菩萨或者那个修行人，就要像那个蜜蜂嘛，那个肺的人，蜜蜂一样。蜜蜂呢飞到这个莲花上，花不一定是莲花，它是灭道，就是花的那个花朵上，花朵的上面，荷花，在花蕊这个它会系那个花蕊翅嘛，就是或者这个相拥这个花蕊，相拥我们佛教用的相龙死绝吧啊，相拥这个花蕊，但是它不会破坏这个花瓣，它就飞了。它可能再飞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在草原上夏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到处都是这个花嘛，这个花上面就是会有这个叫什么蜜蜂啊，用这个来形容修行人心智的这个需要的这个修行的态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外界的任何的乌云都可以接触，而且你好好开开心心的可以喝茶，可以喝的茶是很好的茶，没问题。你喝了，明天你喝不到茶，只能喝水，你也欣然接受了。你喝的当下也很自在的喝，不喝的时候你也很自在的状态，那就是这个状态，而且它不会有那种占有和不会带来那个烦恼的那个状态，不会这个茶就变成你的一个烦恼。没有，就是非常难过，非常那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干饭啊。有的时候就哇，我喝的很好，等等，有的还有一个傲慢，
那这样其实也当然喝一顿茶，不太确定是谁会不会有阿门心，但是假设这样，也许你的茶具很贵啊，可能会这个用最高级的什么东西吧，那不知道啊。我们普通的这些茶呢，至于生起澳门心，对吧？但是很好喝，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夏天看彩虹一样，在这里用这个比喻。我刚刚说的这个蜜蜂飞于在这个花与花之间，然后在花蕊上面就是碰一下，又飞到这个地方，它不会抓住它，我们都看过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一切相应的这个外在或者这个物质的一个态度，该有的态度，这就是菩萨的修行。所以他说一切显现皆是我自心。哦，是这样吗？这个段落吗？啊，是这个啊。那这个彩虹的部分在下面了，那没关系，我们就这个在下面先看完这个。心性原本没有诸品见，是疑吗？欲诸能去速去相，心不造作，心不造作乃是佛的心啊。所以就是说一切的显现都是自己的内心。所以呢，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安忍品里面就是这样说的。最终说，如果你生别人的气，生气的时候，你生气在他的身体呢，还是心啊？然后你的生气的是自己的那个心到底在哪里？如果你心不在乎的话，不会生气。所谓的在乎和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有关系，是不是？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说法，有一些动作，你看啊，这个动作，你听，我给你这样比的这样做的话，你会不会生气？华人、汉人会不会生气？有可能会，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不起你什么？对，我们藏人也是这样，这是最好，这是最好。但是在印度一些地方，对这个是问洗手间在哪里？用这个，听着吗？听着吗？了解吗？什么？洗手间，洗手间在哪里？要比这个看。听过吗？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按这个道理，在这个环境里面完全不常理，他不会生气，因为对这个人这就是问洗手间了啊。如果我们华人和藏人那个话，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这样啊，所以就是看不起他，所以就是你会生气了。所以这些可能更人为的一些某一个族群、某一个是对文化，那这些的根本都是什么呢？我们的造作出来的，一切都是追根究底呢，最终就是造作出来的。其实法律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共识，一个所有人的一个好像共同的价值观，其实没有。它当时某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很多都是，然后一个情况产生改变了它的这个真理和合理性也会改变。所以为什么再厉害的国家都每一次都要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就这样。所以根特琼伯在中观的一个论述里面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是这个，帮我是什么意思啊？真人，他说是老虎的狮子的真人是老虎，老虎的真人是，好像牦牛的真人是什么什么兔子的真人是什么？最后是你那个小鸟的真人是虫子的真人是变成什么？就是这样，意思就是什么呢？最后我们觉得哇，这个是真理，它有证据，这个证据的背后的证据，最后再照的话，就是最后越来越就是糟糕了。意思就是说，最终这就是这样，
最终我们再大声或者理直气壮的说，实际上是自己决定。这是给那群朋友曾经这样说过。所以这些是有这个，如果学过中观的话呢，是有理论基础的，理论的这个支持啊。所以他说是一切现象皆是我自心。所以那这个自心又是在哪里呢？无来无去了。那个时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一样，哇，无我故，怎么，我们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啊。所以呢，心性本心，无有诸偏见，没有偏见的。这个没有偏见是这个翻译有点不对啊，就是这无任何戏论啊，这个专业的翻译就诸宾他当这儿，就是无有任何的诸把跟他，就是这个没有戏论边见啊，就是诸戏论辩诸戏论辩啊，戏论这两个字，也许你们看不懂也许大家很多人知道。我问一下啊，麦麦，你怎么解释戏论这两个字？戏论不在这个偈颂里面，原理戏论的戏论这两个字怎么解释？戏论好像在圣义地里面就是到达了那个无二无别的那个非常清净的那个境界，没有无造作的那个叫什么？戏论。不是，这是原理戏论，差不多这样。戏论是反而它的相反就是戏论。这是戏论这两个字怎么讲？你说一下。按照你查到的资料，大声音。戏论指多余的思维构造、二元分别和执着，它们遮蔽了真实的本性。好 ，OK，你们自己查。OK， 我们时间不够，所以自己查。真的是戏论者，所以这个藏文里面这里说诸本他当扎尔瓦，就是原理戏论的意思。这个翻译不是非常严谨。OK， 虽然容易听得懂，但是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翻译。这是诸宾他当诸吧，这个佛教里面有特别的用词，就是戏论这两个字。戏论有人写一下啊。而是的妄想分别。是，对，它是妄想分别。戏论。诸把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幻想症的那种幻想一样，叫诸把。诸把就是什么呢？一个就变成两个。现在这是思想的分别的，就是接连上，就是会怎么样，好像是他在，他在说我啊，是不是可能是他的朋友，跟我的朋友是不是跟他说了什么，我的什么，然后等等，想来想去，晚上自己都已经失明了啊。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比对方根本没有任何对你有针对性的事情。假设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想太多的时候会自己失明的，那就是一种助把。所以这个助把就是这里的原理戏论。OK， 这个不是戏论。所以呢，他说性的本性是本然就是原理及戏论。所以这个他说，所以呢，所以他说是心性原本就是本来就无有任何戏论的戏论之辩。辩就是有辩无辩那个辩的。所以戏论呢，巴利文你看它有这个所以呢佛教的术语了啊。OK， 好，所以这个戏论这两个字你们学起来啊，学起来。然后呢，质疑你了解这个原理戏论的道理之后呢，诸能取所取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冥想。所有的能取和所取，能取是什么呢？你这些戏论的那些分别妄想就是能取，分别妄想所想的这些东西叫做所取。你起嗔恨心的时候，嗔恨心就是能取。生气的那些对方那个人，那个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叫做所取。所取就是对境，能取就是有境。OK，
啊，或者能取就是愿，所取就是所愿啊，愿所愿，能取所取啊，然后对境有境啊，这些就是经常见的佛教的用词。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英文呢，那些比较容易，可是呢，一些专有的名词、一些专有的用词，按照梵文、按照巴利文、按照中文、藏文的那个传统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呢，他的了解和理解更到位、更可靠啊，更专业啊，这个是有的啊。好，所以呢，心不造作，那个时候你就放下了嘛。哦，这就是一个自信的现行，远离一切戏论。其实这本来就是这是一个完全是这个事不异空，空不异事的那个状态了。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就不会再去继续去编造这个状态，因为你知道这不是真的了。比如说比如说你看到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东西啊，你觉得它是嗯，我们怎么比喻呀？我一个好的比喻，还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藏人，他是很有钱的，他去缅甸，从那个云南去缅甸，跟他卖下了一座山。第二是什么呢？那个山上有很多的木头，从越南昆明要运，然后就是要赚钱嘛。他给了几百万还是什么？那个时候很贵的，应该是1999年什么的。就是他在那边他是很有钱的一个人了，我现在不说他的名字了啊。结果他说是他那个，他也就是没有仔细的去看那个木头的这个质量了。那他先付钱可能会在，然后呢，结果一看的时候，那个木头虽然是他要的那个木头的但是它的质量根本就是有些坏掉的、不能用的、卖不出去的。虽然他已经卖了，但是他去那边挖了，但是他如果发现他全部都是废掉的话，那他不会继续运输或者砍柴这个木头，为什么呢？它不是他想的那样。所以呢，我们本身呢，就是对这个所有东西有很大的执着，是什么呢？我们非常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发现这不是这样的，能取和所取都完全是这个一切自信，而且自信也是本然就是一种远离喜论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继续追求这个事情，所以就自然就产生下一个结果，就是说心不造作。心不造作是这个，你有了这个前面的几个的这个过程的一个体验之后，自然能够拥有的结果就是心不造作，心不造作。所以心不造作是什么呢？就心里不去想这个的就这样。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心不去太多的这个造作外在的东西。所以这个一览没尽。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在禅定当中呢，不去想这些造作的那个叫什么贪嗔痴和那个分别的能取所取的这些东西，那个就是不造作了。不造作就是能够平衡，那个不是要平衡，能够安住于最自在和无造作的状态，那就是不造作啊。为什么不造作呢？见地本身就是无造作的状态，所以我就不造作。这里没有什么可追的东西，所以我不追了，那是正确的。明明有一个可以追的东西，你不追了，那就不对了嘛。所以这个就是差别，是我们见地和行持是要抑制的。这是佛教的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啊。见地就是这个无造作，就是见地；不造作就是行持了，行持或者修行。所以就是这个，所以那今天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吧啊。